略略透过文章了後，說落來同文章底度較特殊嘅抗議詞彙牽出來，使得對照詞彙本底度嗰度只是較相像、較會分輯嘅詞彙來做加深嘅練習。第一個詞彙係飽滿，飽滿意思是相當、十分。我們來看例句。個妹子飽滿強，去年考到律師，今年又考到司法官。華語的意思是，他的小兒子很厲害，去年考取律師，今年又考上司法官。飽滿可以延伸出飽滿後相當好，多用在正面的說法。例如，今天嘅生意飽滿後，今天的生意相當好。飽滿還有一個同義詞佔眼，也是相當、十分的意思。例如，佔眼後膽，意思就是十分大膽。接下來的詞彙，甚至，華語的意思就是甚至。佢唔單止罵人嘅人，甚至還動手打人。華語的意思就是他不止罵人而已，甚至還動手打人。甚至常常跟唔單止不止搭配使用，變成唔單止用選，甚至用選。甚至還有一個同義詞很得，有更甚至的意思。例如，佢唔單止什麼很得地上下都如人眼，他不止勤奮，還很懂得上下尊卑，很有人緣。下一個詞彙，練習，練習下，指的是眼前這個時候，所以華語的意思就是目前現在。比如講，佢打官司，練習看到很痛痛，前面溫柔順還忙的。他打官司，眼前看到還挺高興的，最終會如何還未可知。就比如講，一個片，練習看來冇大勁，可能一兩日是會好嘞。他的病目前看來不打緊，可能一兩天就會恢復了。接下來看看有哪些同義詞，像是兩下、天下、兩滿。比如講，兩下愛娘個實，夾夾想辦法。華語的意思就是現在要怎麼辦？快想辦法！我們在閱讀文章時，還可以利用客語詞典查詢相近意思的詞，增加考試時聽、說、讀、寫的詞彙量。當我們在自學進行閱讀訓練的同時，也會增加我們自身的詞彙能力哦。比如這個簡單的例子，練習的意思是目前，所以我們就用目前去查它的同義詞，查詢結果就會出現目前。比如講，就目前嘅景氣來看，木嘅價是唔會過去嘞。照目前的景氣來看，房屋的價格不會再漲了。